刚才看到罢免国民党立委鲍坤琪的第二阶段收到32777份联署书，伫咧今仔日送件，目前是全台湾罢免联署率上悬的一件。接落来，就要等待选委会查核。罢免团体是呼吁要做好防止各自外漏的措施。另外，花莲的国民党议员嘛准备要来发起反罢免的活动。 大家这么努力所以呢，这是花莲乡亲应该有的好的成果。一箱一箱的联署书，即将用热烈接驳的方式送入花莲县选委会，辛苦2个月，到要收集32777份花莲人的心声，已经达到联署法定条件169%。这不只是一次的罢免行动，这是一次对长期 政治垄断结构的反抗，也是花莲公民对不负责任的傅昆萁表达拒绝的行动。面对第二阶段过关，鲍坤琪本人并无回应。不过，国民党团的花莲县议员是要准备进行反罢免的活动。国民党中央党部，我们也一直都在开始做好准备。然后，我们全台湾的所有国民党团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 会站出来。县选委会表示，收到联署书了后的清点份数，再搁甲影印本交由户政单位领回，通查核联署人身份。不过因为过程麻烦，恐惊增加偌济无确定的因素。罢团希望会当有更加完善的委托机制，用入围的方式，然后把电脑备好，然后他们专人来进场来做查对。那我想就避免掉这些各自外泄呀，或者复印啊、稀疏啊等等的问题。 鲍坤琪的罢免联署率是目前全台湾上悬的，双方持续努力攻防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